今日呢套98平方嘅3房2衛南北通雙陽台呢，係 Jason 喺珠海見過相當實用嘅一個戶型。先由門口介紹啊，門口呢個空間呢，日後都可以自己使用。入翻嚟呢，發展商俾你做好咗收納櫃、鞋櫃。呢個空間呢，仲幫你做好咗個酒櫃啦。嗱，成個收納空間呢，亦都係相當足夠嘅，係屬於一個交樓標準，亦都係精裝修交付嘅。右手邊呢，就係佢嘅一個公用嘅洗手間啦。我入去你哋感受下，而家我成個開間咁咧，我而家企嘅位置咧就係成個空間比較充足，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。出翻嚟咧就係成個戶型我最滿意嘅地方啦，南北通嘅客餐廳啊！我哋所見到嘅客廳開間咧係有4米嘅，咁啊出去出邊個陽台睇睇佢一個景色先。由呢一個位置咧17-6分鐘咧就可以到翻南屏華發商都啦。呢個陽台咧我本人亦都係好滿意嘅，因為佢可以做到3面通風嘅。嗱，其他位置咧只有正面係可以有呢個嘅觀景位，但係我哋呢側露台咧就3面咧都冇任何嘅遮擋嘅。咁由呢度望翻過去咧，一條直路大概係3分鐘揸車咧就到一個大型嘅商場噶啦。而家佢嘅單價更係由當年嘅21,000降到9,000零蚊啫。再過翻嚟咧就係飯廳啦，可以擺放6人嘅長形餐台。右手邊咧仲可以做一排酒櫃嘅。入去睇下廚房，呢個廚房咧光線係相當好嘅，3件套係配備齊全嘅。而且咧我哋正前方咧可以擺雙門嘅雪櫃。出嚟睇睇呢個生活陽台，生活陽台成個視野同埋佢嘅景色咧都係相當唔錯嘅，望到成個小區嘅園林啦，以對面樓嘅樓間距啊，直線距離去到150米嘅，而且係雙泳池嘅設計，成個園林都已經係落成晒嘅，樓盤亦都係現樓，所以唔使擔心爛尾嘅。南北通雙陽台確實好用嘅，而家最平嘅105平方3房總價都係90幾萬啫。過翻嚟睇下第一個客房係個兒童房，帶飄窗台，咁咧有一面大嘅玻璃窗，所以光線係比較充足嘅。嗱，我哋咧呢一個位置咧，大概就係可以放1.2米嘅單人床啦，同埋做書台以及係書櫃嘅。過翻去咧就係另外一個客房啦，兩個房間咧係做成南北通嘅，咁呢個玻璃窗咧同樣可以望到小區園林啦。成個房間咧大概有9個平方，咁亦都係比較方方正正嘅。最後嚟到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帶獨立嘅套間，我入去淋浴區，你哋感受下呢一個開間先。鏡頭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啦，而且佢嘅洗手間同埋個休息區咧，亦都係形成南北通喎。出翻嚟呢度可以做個 L 字型嘅大衣櫃，休息區位咧擺1.8米嘅雙人大床，同樣係帶飄窗台，而且我哋嘅景色都係望住呢一個嘅園林，視野同埋開闊度採光亦都係相當唔錯嘅。總體成個戶型方方正正98平方南北通雙陽台，難得嘅係而家嘅單價由21,000降到9,000幾蚊。經過香海大橋，亦都只需要17-8分鐘就到南屏華發商都啦。如果我哋本地人入手嘅情況下咧，仲可以有小朋友嘅書包房，揸車3分鐘到大型嘅商場嘉禾城，10分鐘咧就到呢一個嘅萬達廣場啦。拜拜。